云林故事馆10月当来已经培训400外个故事册创作者。今年有大人囡仔因做伙以流浪狗来创作故事册，咱做伙来看卖。甲囡仔帮助流浪狗经过画入绘本，今年才7岁吴日新甲妈妈柯瑞武共同合作完成小乌甲阿兔绘本，甲协助流浪狗了后，续来就面临死亡画出来，传达对狗的思念。他的情绪自然流动，还有所有的对话跟反应，是小朋友教会我如何面对死亡这个生命教育的这一个意义。我想要让更多人知道小孩跟儿童的事情。阁有来走标这个绘本，嘛是8岁郑玉兴家己完成9成图文，甲妈妈共同完成的绘本。为着要推广社区绘本，云林故事馆为2008年开始培育素人创作绘本，目前已经超过400个素人创作者，甲140外本精彩绘本。有一些冲突啦，然后会放弃啊，这都是真的日常生活发生的事情，所以我们要很谢谢。他也是有坚持下来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还是想要去参加。”社区绘本的创作者年纪很轻，最年轻的才6、7岁哦，而且都是合作的党，就是母子党或者是母女党，还有2个同学一起来为花鼓的传承所做的。云林故事馆表示，这个新册会伫云林故事馆、理论故事馆展出，另外嘛会配合季节甲议题，带大家到故事现场走访，互更较侪人透过绘本熟悉云林社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